其实蛮紧张的。第一场，那我不知道，其实自己以往丢比赛的话，其实都是会蛮紧张的。但是只要能够先抢到第一个好球，或者是抓到第一个输球数的话，自己的心情就会平静。我觉得这一个最大的怎么讲？这一个调整最大的怎么讲？就是自己能够去调整这么快的适应的原因，应该算是在美国那一次吧。就刚到美国，然后被基特打一次全垒打之后，自己是突然抓定说，自己现在才刚到这个地方，应该要怎么做？所以在之后的每一场比赛，其实虽然说紧张，不管是状况好不好，还是身体有什么状况的时候，都会马上能够去稳定下来自己的心情。比较好奇的就是说，因为你今年整年都没有比赛，你怎么有办法到日本以后，马上就可以衔接到他们，而且是一军的赛事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就是在那时候，我觉得应该是说在那一段，在台湾这一段期间的话，不管是合浦啊，还是新北，还是我觉得还有国体，其实广教这边其实也帮忙蛮大的，就是一直保持在有一个对决打者的心态，然后模拟比赛啊，然后或者是投 BP 啊这种感觉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一段时间的那一段时间的综合起来之后，到美国马上可以投入那个状况。对啊，因为虽然说不是正式的比赛，但是至少你有那个感觉。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到达100%，因为包括那时候在那边丢球数什么也都出不来啊。可能我记得那时候丢，有时候还会比较怎么讲，可能应该算是沮丧吧。因为有时候丢看速度都还有137、138，可是那时候调整到状况开始慢慢起来的时候，大概也是在145上下，那我就觉得说希望可以目标是在那边，可是有时好有时可能就是速度你没有办法去控制，但是感觉是一样的，但是就是保持着一样的心态下去丢，那到最后去到那边之后才发现说，完全是一个正式比赛的感觉，让自己去瞬间是把它拉起来，拉到那个程度这样子。那我觉得就是，而且我们不管是捕手啊，或者是投手教练，他们其实都是一个蛮大的空间下去调整，所以我觉得自己只是借由在台湾的这调整的这一段期间，到日本之后就是顺势的把它做出来这样子，没有刻意怎么样，就是它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形成。